乖孙的哦，本堂一束客家山歌。天哪，我听到欢喜 ！Oh my god！我听到原住民的歌声，嘿，我听到原乡曲调。阿妹哎，客家山歌很好听哦，文化融合，秋菜山歌。哎，也系乜嘅啊？爱听山歌，爱唱本耳听。也系唱《铁西玉玲珑》哦。是哩，莫嫌山歌，莫嫌山，哒哩啦，哒哩啦，哒哩啦，噔噔。哎，你怎唔接吧？接就接，很强咯。上前是多阿公牛，金身冲出阿公上刷。吼，你爱用现下。拜托，也系山歌唱来闹连系连。啊，你有冇得见唱《铁西玉玲珑》啊？甚至喺山歌啊，融入当多无腔爱文化，主唱呢一条铁西玉玲珑地位度嘅庆歌中来讲。唔但只係可能人唱，客家人咪唱。真嘅一家诶，客家山歌要唱庆歌中。當然啦，冇騙咯。因為唐佩書帶嚟嘅首歌曲《春天百花開》。好。
乡亲朋友也为山歌唱来闹连连哦。哇，十二家糖豆耶稣歌的哦，真正咧大家就当熟悉的一首歌曲啦。其实都系印象地度啊，耶稣庆国中啊，迄头摆啊，天视台做个歌下去的时节啊，当流行的歌曲。不过也今年啊，本啊徐孝顺啊、蹦恰恰，然后佢创风起来，大家就认为讲，也就会替代玉玲珑的歌曲。你讲的唔可以查啦吼，这首曲的迄杨丽华为到其他歌的戏，就回想到郑中央先生来创作的作品啊。少年子，你今日讲到按到俩台湾的客家山歌吼，也因为吸收到其他地方的曲调，有所讲弹起来，与世界无同样意思。哦，人意思就讲唱耶稣庆国中，好多人先创风的。那路前彼此都讲当好听啊，就可以用客家话来唱，但大家做得接受的，就准山歌来唱，系冇？错，除了安尼概念，只系咧有的唔会限制啲好来族群，有的咧喺流行啲态度言响，透过交流传到台湾的山歌，等下再来好好讲。唔过那样讲吼，我做得分乡亲朋友比着你嘅。哦，乜嘅歌啊？献麦诗卷啊！哈，简单来讲啊，也就婀娜啊，哈，整节连献麦嘅故事，讲遐献麦老桑林啊，从细就致富为婚，不过啊，天公咩杀人啊，桑林不平诶，当做就过身诶，一献麦都为到佢啊，素洁一生，看你咪当感通嘅，跟人家就来唐亚书，当好唐嘅献麦诗卷。好。
将